孩子们，在上一集慢开的奶茶店，曼巴鲜饮生意非常火爆，赚到了不少钱。曼还拿到了花园银行的融资。接下来，曼要扩大经营规模，挑战创立一个连锁快餐品牌，看看能不能做起来。这里就是首家连锁店的位置了。房产中介的人告诉曼，这边虽然租金便宜，但是附近有其他的快餐品牌，竞争比较激烈。看看友商都是卖啥。Clucking bells. 曼发现两边友商的店品类都比较垂直，都是卖炸鸡，所以曼打算做全品类，这样才能打出差异化。孩子们很喜欢称呼曼为老大，所以曼的新店就叫麦当劳。俗话说单肘难敌四腿，想要做大做强，靠谱的同伴必不可少。这是咱们家的行政总厨小雨，他的厨艺曼信得过。家人们，这是小雨我亲自腌制的酸菜，新的酸菜汉堡，家人们可得来尝尝，太带派了。食材的品质一直是曼最看重的。这是曼在打球时候认识的伙伴 Dr. Kun， 他是全洛杉矶肉鸡养殖业的 OG， 曼店里的鸡肉全是他们家供应的。连锁店的发展离不开社交媒体的推广，这是曼请来的知名美食博主 David。该吃吃，该喝喝。不吃不喝死贼说，麦当劳快餐味儿真足。快餐离不开一个快字。这是负责曼乐送的配送团队，1分钟新鲜到家。有孩子问曼，你为什么带了个红鼻子？因为曼的梦想是给孩子们带来欢乐，所以曼的工作室扮演麦當勞叔叔。每秒每晚仿似大路，偷走的青春一天天變老，只可追憶到，想找不到，萬當路看冇。Can I say? Lock sign